多謝民主黨邀請我出席呢個研討會。首先，我同意嘅係20週年落實一國兩制嘅前夕呢，我哋聽到好多國家嘅聲音，亦都係應該有啲香港人嘅聲音嘅。即係一國兩制嘅精神呢，係在於包容啊，雙方都要包容啦。咁所以一方面，領導人有佢講香港嘅不同嘅政黨有嘅意見，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嚇。咁我又講下我對基本法嘅體會啦。82至84年呢，就喺北京喺倫敦，咁我喺邊呢？我喺下亞厘畢道東座6樓保安科嚇。嗰個時候我做首席助理保安司，到臨走嘅時候有一位叫林鄭月娥嘅小姐就做咗助理保安司嘅嚇。我都有參加部分嘅中英嘅談判嘅。咁我係居留權啊、國籍啊、旅行證件嘅專家，咁就跟啲老細開會坐喺後座，咁啊負責拎篋嘅啫，所以我手係有揀嘅。咁就其實有好多人知道我有處理居留權啦，但或者兩位大狀唔知唔知咧？其實我係90年代做副行政處長啊，跟曾蔭權嘅時候咧。我亦都係終審庭專家小組嘅副組長，回歸前後已經做入境處長，一回歸就處理居留權嘅問題啊！放完假7月2號已經好多人嚟攞居留權啦，咁啊跟住又有98年我開始做保安局長，咪有釋法風波啦，處理好多事件都係同基本法有關嘅，有啲例子咧，頭先劉生都提及過。咁啊，我嘅體會係點樣呢？第一，即係我唔係爆料，我講真嘅説話嘅啫嚇。就高度自治呢，係喺我一回歸做局長嘅時候呢，已經有中央官員同我講，佢話葉太，你哋係高度自治，唔係完全自治。A high level of autonomy 即係 qualify 㗎啦，即係話你哋有啲人嘅頭好似好大喎咁，其實。有限度係高度嘅啫，已經有人同我講過㗎啦嚇。咁啊，另外咧，至於三權分立咧，即係正如頭先劉生講，基本法冇提過行政主導啊。當然中央政府話係基本法整個政制架構就蘊含行政主導啦，佢亦都冇提三權分立嘅。我相信中央政府從來冇諗喺香港三權分立。因為82年中英談判嘅時候呢，我相信中方係以為啊，佢係將84年香港嘅現狀接收。而當年82年香港嘅現狀呢，就係未有普選，完全冇立法會選舉。85年先至係有功能組別選舉嘅。當時80年代嘅香港絕對係行政主導。當時英國人一個諗法就係我用香港咩狀況交翻俾中國呢？佢唔想用行政主導全部官員話事嘅狀況。於是84年呢，即刻咧就推政制發展綠皮書，我諗各位都記得啦。Further Development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984。我80年調去新界民政處做嘅只係地方行政嘅啫，我係負責推動第一屆區議會選舉嘅。當時英國人唔敢講民主嘅，84年簽咗中英聯合聲明就即係打正旗號推動民主嘅。我睇過嘅 Telegram 我爆料啦嚇，咁有冇30年啊？我呢啲我相信唔會用官方機密法告我嘅，因為其實官方機密法告嘅門檻好高嘅。當時嘅政治顧問有講到明嗰個中英聯合聲明政制嘅安排呢，係 paper over 一個未即係紙上解決咗一個懸而未決嘅問題。佢知道喺嗰2年時間未能完全解決香港政制嘅問題。英國人當然佢係一個議會制嘅國家，佢想香港有個議會制嘅。父母都係想仔女似自己㗎啦，個養父都想香港變翻似佢嘅，好似佢撤退嗰啲殖民地咁有個議會制，好似印度啊、巴基斯坦都有啦，係嘛？但冇時候解決啦，所以就搞咗個半民主制度出嚟。85年呢，就根據呢個政制發展
白皮書、綠皮書咧，就85年開始有功能組別嘅立法局選舉，91年咧就有立法局嘅直選嘅，所以政制問題係懸而未決嘅。去到90年基本法通過嘅時候咧，未解決呢啲深層次香港嘅政制問題嘅。咁我自己覺得咧係因為中國幾千年嚟嘅制度同西方嗰個普選嘅民主制度個鴻溝太大，令到中央政府咧係對民主重新嘅評估咧係香港點樣實施啱，所以呢個問題咧係懸而未決。我唔係話邊個啱定唔啱，我只係講咧中國幾千年嚟佢嘅政制西方叫佢做 bureaucratic and authoritarian 嘅 system 同西方太唔同啊，所以要喺香港點樣落實呢個混合嘅制度咧，係未有共識啦。譬如你話選舉行政長官嘅方法就係混合一個最大嘅矛盾嘅，一方面中央政府委任由香港人選出嚟喎，咁邊個大聲啲咧？邊個話事咧？最終係邊個咧？咁但係咧就有幾樣嘢發生咗咧，係我認為啦，係中央對香港睇法有啲改變。第一就係此消彼長，我哋嘅經濟地位喺全國嚟講咧係低落咗，而且會繼續低落添。李嘉誠先生都話啦，而家香港嘅 GDP 係佔內地2%，回歸嘅時候係10幾個%噶嘛，我哋全國最先進噶嘛，係嘛？而家中央可能睇落嚟，香港最珍貴嘅資產就係我哋國金中心嘅地位，自由兌換嘅貨幣我哋普通法嘅基礎都係好重視。香港嘅法制雖然時不時中央覺得有啲問題，但係咧其實好重要嘅。第二咧就係呢20年嚟咧，有啲事發生咗係令中央政府認為覺得咧佢個權力、佢個主權、佢個安全係唔受到尊重。當然就係03年第一仗就係23條國安條例唔能夠落實啦。當然在座可能在座各位可能有不同睇法，覺得可能有啲人認為永遠都唔應該落實，但係內地唔係咁嘅睇法，甚至內地人民都唔係咁嘅睇法，佢哋唔明嘅點解國家安全你唔去保護呢？咁第二當然就係譬如話國教問題引致軒然大波，個國教呢科要撤回啦。釋法係經常受到反對啦嚇，咁當然係中央嘅睇法。我知香港法律界有2位資深大狀喺度，佢哋有強烈睇法我都知啦嚇。但係中央嚟講咧，佢嘅睇法就係基本法有㗎根據158(1)，佢釋法權力係 general and unqualified 咁廣泛唔受約束㗎。呢啲係終審庭喺劉廣容嗰件案度係接受咗嘅嚇。咁點解你硬係唔尊重我個解釋權呢？咁當然仲最近年嚟仲有本土主義，本土主義冇問題㗎。其實內地盡量想包容本土主義。舊年5月張德江委員長嚟時候都仲係話粵是故鄉明，愛家鄉係好正常嘅嚇。但係後來咧，舊年就發生咗啲港獨嘅事件啦嚇。咁宣誓時候有人講啲好侮辱自己國家同胞嘅説話啦，咁就令到中央好擔心啦。咁凡此種種咧，係令中央政府對基本法嘅落實咧，係覺得要按實際嘅情況咧，可能有所調整。咁所以佢就近月來咧，就非常詳細咁樣具體咁樣講咗出嚟。佢個權力係有幾多，同埋香港嘅權限係有幾多嘅？我覺得係作為立法會嘅一份子，當然期望新政府上台咧，係能夠咧喺點樣拿捏一國兩制一國同兩制之間做好橋梁、做好溝通，攞到一個真正嘅平衡咧，係做多啲嘅工作等我哋仲有20幾年咧、27年咧嘅落實咧，係可以係更加令到雙方都滿意。多謝各位。